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4章。亚伦的后代分做几若个班次。亚伦有4个囝：拿达、阿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。拿达甲阿比户比因老爸较早死，阁无囝，所以以利亚撒、以他玛担任祭司。大卫甲以利亚撒的后代撒督，以及以他玛的后代阿希米勒，照祭司的任务，甲因的亲族分班次。以利亚撒的后代做领袖的，比以他玛的后代做领袖的较侪。以利亚撒的后代就分做16班，以他玛的后代分做8班。因拢照抽签公平分派。以利亚撒的后代甲以他玛的后代，拢有人伫圣所甲上帝面前做领导者。以利亚撒甲以他玛的子孙轮流抽签。利未人拿探业的囝是玛雅做书记，伫王甲遐个领袖。祭司撒督、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，以及祭司甲利未人的族长面前登录遐个领导者的名。扣着第一个是耶和雅立，第二亚大雅，第三哈林，第四苏林，第五马基雅，第六米雅民，第七哈哥苏，第八阿比雅，第九耶稣阿，第十示迦尼，第11以利亚瑟，第12雅金，第13乌巴，第14亚西比亚，第15撇加，第16因麦，第17希色，第18哈撇色，第19比他希雅，第20以西结，第21雅君，第22加末，第23底莱雅，第24马西亚。这个人拢照因伫上主的殿执行的职务登录。这个职务是因的祖先亚伦照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吩咐的规例制定的。利未其他的后代记伫下面。暗兰的后代有谢布业，谢布业的后代有亚希底亚。利哈比雅的子孙中，伊是雅做头。以斯哈的后代有示罗摩，示罗摩的后代有雅哈。希伯伦的囝，大个是亚利雅，第二个是阿玛利雅，第三个是雅哈色，第四个是亚加面。乌色的后代有米迦，米迦的后代有沙密。米迦的兄弟是伊士雅，伊士雅的后代有撒加利亚。米拉利的囝是抹利甲摩西。雅西雅的囝有比纳。米拉利的后代雅西雅的子孙有比纳、索含、撒克甲伊比利。末利的囝是以利亚撒，
甲基士以利亚撒无囝。基士的后代有亚拉灭。摩西有3个囝，末利、以特甲亚利摩。这个是利未的子孙，照因的宗族经历，因甲因的亲族阿伦的后代相款，无论族长也是少年人，拢偏偏伫大卫王甲撒督、阿希米勒祭司以及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抽签。